今来继续来看这个交通部，无来协商，无来得到劳资的共识，都来推动着代替公司化。这是互代替的员工食不满，12000个员工喊出讲5一劳动节无爱加班，到时阵恐惊有超过9成的火车会来停驶。交通部长王国材昨暝发予员工一张公开批，讲这是徛伫代替上关键的历史的时间点，应该到顶的一条线。5一劳动节。期待代替的员工会当互乘客有笑容，也毋过工会无咧信道啦，形容讲这就是一张分手的批，真无诚意。劳动节的动工也是会抗争游行，就是伤害到长期支持台铁的使用者，我真的是请工会三思而行。希望工会爱三思，因为代替改革，这是王部长上重视的一部分。明仔载就要审查公司化的条例，因为工会不满要审的版本，就5一劳动节卖加班，超过12000人响应，剩40个司机上班，有9成的班次无人驶。昨暝王国材发出公开信息，感谢代替的人员。伊讲现有的组织愈来愈歹，公司化是唯一解决的办法，大家福利嘛未改变。爱做伙互人客有以往的笑容，用这种方式，这个工会敢有认同？看到那个信之后，非常的难过哈，就觉得说这好像是一首分手信，完全非常的还没有听进基层的诉求。今嘛企业工会决议讲，除了5一劳动节，连5日节、中秋节甲国庆日这3大假期，拢无要加班，影响的全民恐惊会搁扩大。那到时候要搭火车一定超级难抢票。假期那就不要出门好了。8年老店安全一直出问题，体制一定会改变。工会甲交通部的对立，恐惊嘛要想讲，这坐车的人客才是上大的受害者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